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韓阿永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隻配色比較特別嘅 Stylehut Ocean One GMT。呢隻咧係灰藍圈嘅第二代。今次呢一代咧，主要係由上一代嘅虎頭針改為今次嘅 Benz 針。陶瓷外圈嘅顏色調校方面咧，今次呢隻灰色咧就好似水泥灰嘅顏色，所以望落去同藍色嘅對比咧係更加明顯。而且陶瓷圈嘅材質咧，唔單止硬度高、耐磨，仲可以保持長久如新嘅色澤，仲有兩地時間功能，非常適合經常要去旅行或者需要跨時區工作嘅朋友。另外，手錶仲配備咗日期顯示，喺位於3點鐘嘅位置，而機芯係採用緊瑞士嘅 SW330 自動機芯，係瑞士製造。今次嘅殼型都係以潛水款作為設計。所以都會有300米嘅防水深度。錶冠呢係採用咗旋入式嘅設計，錶鏡係平面藍寶石水晶玻璃，錶面直徑係42mm，錶殼、錶帶同埋錶扣呢都係採用緊 316L 不鏽鋼，配搭翻一個雙重保險摺疊扣。錶面嘅時針、分針同埋刻度呢都有 Super Lumilova 藍夜光。呢隻灰藍蝦而家做緊超筍價，5000零蚊就買到啦。有興趣錶迷咧，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